體育園自今年3月開幕以嚟，舉辦咗連場體育同娛樂盛事，令啟德人氣再度急升，立即成為全城熱點。連帶區內物業交投亦見升溫。年初至今，區內一手物業速錄超過650宗成交，吸金超過80億，超過80%係嚟自跑道區 Park Peninsula 項目。區內全新臨海現樓項目 Double Coast 嘅交通配套近日都全面升級，乘勢推出 Limousine 住戶豪華轎車接送服務，點到點往來港鐵啟德站。加上區內原有 22X 特快巴士同86小巴路線，3線快速貫通啟德同九龍灣港鐵站，為住戶打造出雙站、雙線、3貫通交通優勢。因應區內基建道路越嚟越完善， Double Coast 乘勢推出 Limousine 住戶專屬豪華轎車接送服務，接載住戶往返港鐵啟德站，暢達屯馬線。今日就同大家試搭呢架豪華轎車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個車型平時有老闆車之稱，所以車廂內籠好闊落，而座位都好舒適。最正嘅係一落樓就可以上車，唔使排隊堂的。由屋苑去到啟德站，實測車程只係大約6分鐘，真係話咁快就到啊！唔止屋苑有專屬豪華轎車，Double Coast 住戶其實仲享有區內2大快線，包括屋苑附近車站開出嘅 22X 特快巴士線，全程不設中途站，大約9分鐘直達啟德站。另外，屋苑門外就係86號小巴站，經啟德橋車程只係需要5分鐘，就到九龍灣站德福花園，輕鬆連繫觀塘線。除咗3線貫通之外，唔講唔知啊，原來 Park Peninsula 仲有多達7條巴士線接通港九各區。此外，區內嘅住戶揸車出行都非常方便，繼D3路通車，住戶可以迅速前往啟德站一帶。不得不提區內另一大重磅消息，中九龍幹線亦都將喺今年年底落成。到時由東九龍至西九龍嘅車程最快只需要大約5分鐘，繁忙時段更加可以慳到多達25分鐘車程，仲可以更快到達西區海底隧道，更快去到中環 CBD， 大大受惠區內一眾駕駛人士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政府全速發展嘅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，快速連接港鐵啟德站，而系統其中一個車站就喺 Double Coast 隔離，到時真係極之方便啊！系統早前仲宣布今年內招標，仲會同步進行設計同法定程序，全力加快落成。講完交通優勢，再實地直擊區內最新海濱面貌。Park Peninsula 兩岸多段海濱長廊已經相繼啟用，成為市區難得嘅臨海跑步、踩單車好去處。望住海景做運動，真係夠晒心曠神怡啊！見到海濱長廊仲有唔少臨海店鋪位置，相信好快就會有唔同嘅餐廳同特色商戶進駐，配合埋啟德體育園盛事，勢必越嚟越旺，成為世界級維港上嘅全新消閒核心。